下来继续来看台北的北投，早中到12点外，有一台黑色的修理车，看到黄灯要变红灯，是加速度冲过路口，结果差一点点啊，就弄到当咧过大路的小朋友。加在这个驾驶甲hand道路赶过道边，小朋友嘛赶紧跳走，才无弄到。啊，这个惊险的瞬间，是予在场所有的人拢错一大条。 这台黑色车远远就看到号志变黄灯啊，想要到伊驶到路口的时，毋若无减速，动颠倒是油门一个站，赶紧要过，险险去弄到国小的囡仔。驾驶赶紧切倒边，规台车拢已经驶到对向的车道啊，才无发生悲剧。现场有看到人拢惊一条。黄灯了就指挥，就小朋友用跑的，就让车开很快，还好小朋友有停下来，要不然就撞上了。 看到很危险呐、那个小学生哦都往后退啊，那车子很快，大概60、70这样过。地点伫国小大门的正头前，中昼12点外，都是低年级的学生囡仔放学的时间。警卫啊，甲平时同款去路口协助导护，看到红灯，用机动车和囡仔做伙过车路，想要到这台黑色的车向用冲过来，险险啊，就正面甲伊弄到，这个囡仔着惊，赶紧倒退。 所以也是呼吁这个驾驶人在经过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降低车速。那后续学校也会在这个管理上面再增加这个导务职工或者是我们导务的相关师生的能力。本分局已接获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并依违规事实已完成举发。 加在这学生囡仔有顺利闪过，无受伤，是讲已经互家长留庆关。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